善用資訊科技，OK，不公詞填中，唔該。隨着嘟嘟發展，我們的生活方式改變了。隨着資訊科技發展，我們的生活方式改變了。對，我們利用5樣嘢先至可以便能於互聯網獲取即時資訊。我哋可以用邊5樣嘢呢？我哋可以利用電話、智能電話、電腦、平板電腦同埋電視。冇錯，4樣嘢都啱嘅。OK，我哋可以即時我哋可以上互聯網攞啲乜嘢資訊？俾3、4樣嘢俾我。即時新聞、尋找各類資訊、進行網上消費，以及利用互聯網提供的資源來進行網上學習。Excellent。